台湾人，大家好，我来读一篇文，我所写捌文章的这篇文，互大家听。后壁即身打嘛，当然内底讲话可能会加减有一寡词无共，大概以我所写的为一个参考，大家哪听会使哪看哪斗，有任何想法则甲阮来指教。台湾人，咱若操烦焦虑袂透开的时阵，咱拢安怎来排解？从本身自细汉就知影用食来排解，免讲是食到肥卒卒到15、16岁时爱水，惊大箍，嘛伫即站开始食纸粉啉酒，甲听 rock and roll。入大学了后，操烦惊吓愈食力，烟酒愈调愈深，即个身心、身躯、心智，却是搁较衰微。23岁食自然农药，以及着药家，开启了就内心的女蛇，嘛伫过蛇中间，甲阿春做伙到呾。即摆的我精神健康，总是有缘的操烦焦躁，毋过有够即个气力敢面对；有缘的期待失望，毋过有够智慧通放，互我所毋是的自由，嘛互我家己自由。健康的感受对我来讲，就是有气力放离，有智慧通放离，有气力通面对，有气力面对，有智慧通放离。讲到这心会焦，好康报互大家听。伫咧即个下层面所分享的，是即马真接对的网络台内底音乐拢是互身心恬静的。即个中间呢，袂有广告来搅吵。毋管是工课、驶车、半暝、半暝困袂去啦，半暝拢真下用安尼讲几步要来请大家嘛来斗分享，看恁拢安怎来排解恁的压力撇步分享恁排解压力的撇步。也是爱听的放松音乐，当然这个 style 无限，对你来讲有放松的，拢我是想要知影的。安尼，祝愿台湾人松。